逐工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逐工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头家啦。今仔日要甲大家讲的词是咧形容工课场的人格特质。主要要讲的词就是耐性。耐性，耐性，汉字写作耐性，罗马字写作耐性。耐第7条，性读本调第3条。耐的文音读懒，咱讲无精神懒，做代志懒死，拢是读文音。咱读白话音的时是耐性，懒耐拢是读白话音。读文音甲白话音的时，意思无啥物争差。使用的时要注意，耐性、懒死、拖沙、懒惰这几个词的意思相歪，总是用法无完全同款。耐性是讲人的个性，是长时间的；懒死是短时间的，因为暂时性的因素，困无饱、心情无好引起的耐性。懒死。拖沙是做代志无溜力，拖沙。懒惰随梦甲耐性，平平是讲人的个性，总是懒惰，毋拿耐性，阁无注重卫生。懒惰，甲耐性倒并的是大主大意。自作自专，这两个词是冲过头的意思，应该是顶面决定的代志，下骹的人家己决定就去做啊，无成请示。复习耐性、懒死、拖沙、懒惰、大主大意。自作自专。今仔日的逐工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